立法院前2天是邀请行政院长杜英台和瑞国，针对国会这款法案复议案进行备询。即嘛是传出讲，经济部长郭志辉伫内的群组转传单位节目的内容影片，这个内容是在质疑，即嘛咱的国会已经互中国掌握，这是引起争议。也若复议案伫今仔日要表决，国民党团昨暗就伫议场外口排班。立法院连续2天邀请行政院长杜英台甲内阁团队就国会这款法案复议案备询。不过，经济部长郭志辉方表讲，前一天质询期间伫咱群组转传讲话性的节目，内容质疑国会和中国掌控，引起争议。我只是转发，我那个后来有收回，我其实收到了，但是没有完全看完，我就发出去。这个是我的坏习惯，以后会很谨慎。另外，国民党立委徐卡心质询的时候，质疑行政院面册公布的复议案7大理由，送来立法院说出6项，并无面册顶头无差别调查民众，政府刊登等文字，讲行政院讲白贼。对此，杜英台讲文字有调整，内容拢相像。脸书上抛文代表我那时候一个心情，公文书为准，代表心情。大院的公文书依照法律的文字来做。跟民众的诉求，我们用一种法白的方式，一定的调查权，要给予相当的限制。8.5号的释字应该是大家现在共同的标准。这个时间要扣除。杜院长伫内底和那边立委争论，国民党立委叶元之和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嘛伫咧行路大细声，因双人对立法院要用警察权意见无同，今日2个人拄到是火气真大。叶元之有说要用警察权，就他不敢承认。他说我破脸书，我没有破，说警察权是保护院长。他说我说警察权趋于民众，动什么手？公民团体青鸟行动继续在立法院外口举办公民论坛，因是普隆时加上天气稍热，现场的民众有较少。也过离表决，国民党卖点喺立法院外口发起那英行动来声援，有计青鸟和那英死搞的枪棒，互警方唔敢大意。为了区隔双方支持民众，避免相关冲突，总共部署了500名警力4个分局来进行相关的安全维护工作。那党团嘛启动通宵排班，伫议场备战。不过，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强调，民进党袂恶意杯葛，呼吁在野立委确保复议案顺利进行，嘛呼吁场外民众互相尊重，保持理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